大家好啊，我係巴打威。今日呢條影片，我想同你哋分享一個真正嘅港產奇蹟——電影《觸電》嘅票房逆轉故事。一部開畫只有5萬港元嘅電影，竟然靠住觀眾嘅口碑同埋主創嘅誠意，一步一步衝破100萬票房，甚至仲有望挑戰1000萬。呢個唔止係電影嘅勝利，更加係港產片喺逆境中爆發嘅最佳示範。觸電喺上映嘅首日嘅票房其實只有5萬港元，場次唔多，宣傳亦都好有限，好多人甚至唔知道佢已經上映咗。喺今時今日呢個串流平台當道、荷里活大片壓境嘅年代，一部本地製作嘅動作喜劇，似乎注定咗要默默無聲。但係故事其實只係啱啱開始嘅。隨住觀眾開始喺社交平台分享觀影心得，口碑開始發酵。大家發現呢部戲唔單止笑料十足，仲有真誠嘅情感、精彩嘅動作場面，甚至連林敏聰嘅演出都令人驚喜。所以由第3個禮拜開始，票房突然爆升，單日嘅票房更加突破咗6位數，累計票房衝破100萬。呢一個唔單止係宣傳嘅力量，更加係觀眾嘅力量。隨住觀眾陸續喺社交平台分享觀影心得，口碑開始發酵。電影嘅幽默感、貼地對話同埋精彩嘅動作場面，仲有演員嘅優秀演技，都日日獲得好評。所以第3週單日票房已經突破6位數，遠超首日嘅成績。而呢個亮麗嘅票房，亦都打動咗院線，開始逐步加開場次，以示支持。主創團隊包括導演梁國輝、林敏聰等人都親自走訪戲院去借票，同埋觀眾互動，進一步提升熱度。而演員羅浩銘更加憑觸電呢部電影成功入圍第62屆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，為電影增添話題。而 Anson Bean 演唱嘅主題曲《Headshot》亦都受到關注，佢更加笑言：能夠多人聽，我就可以拍 MV 啦。而男主角柯煒林亦都好感性嘅表示，由開畫5萬蚊、60蚊嘅票價，一步一步支持到100萬嘅票房。佢希望靠住大家嘅宣傳，可以行到去1000萬。雖然呢個目標看似好遙遠，但係以目前嘅口碑同埋動態嚟睇，觸電已經能夠成為本地電影圈嘅黑馬。觸電其實有好多值得讚賞嘅位置。首先，第一，佢嘅題材係新鮮吸引，佢係香港首部以電影為主題嘅劇情片，入咗虛擬世界同埋現實人生，對年輕嘅觀眾尤其有吸引力，將打機變成一種情感同埋成長嘅象徵。第二，Anson Bean嘅動作場面驚豔。Anson Bean佢飾演虛擬角色 Solo， 動作場面全程親身上陣，佢嘅表現被讚為乾淨利落，跟夫嘅風格係唔係功夫，係跟夫，因為佢用槍做武器，而且佢結合咗射擊同埋近身格鬥，極具觀賞性。而 Park Hour 嘅技巧亦都令人眼前一亮，展現高難度嘅跳躍同埋翻身動作。第三，呢套戲除咗動作之外，情感亦都觸動細膩。雖然佢嘅主線係電競，但係電影入邊其實描述咗好多人際關係，包括青年男女嘅曖昧、老夫老妻嘅心情、父女間嘅理解同埋支持。例如主角邦少同埋菲菲嘅互動，由訓練中嘅觸碰到比賽後嘅情懷，都係細膩而又真實嘅。第四，
港式動作同埋視覺奇觀融合啊！導演梁國輝好巧妙咁樣將港式動作片嘅元素同埋電競視覺結合，創造咗獨特嘅打機感。虛擬世界入邊嘅角色分身設計，亦都令到演員喺現實同虛擬之間可以自由切換，增加層次。觸電表面講嘅係電競，但其實係講人生嘅第二次機會，講堅持，講勇氣，講人與人之間嘅連結。佢提醒我哋，只要肯試、肯信、肯走，生活就會觸電，就會有二次人生。跟住落嚟，我都想分享少少嘅生活啟發。觸電對我哋嘅提醒，首先，夢想唔分年齡，行動先至係關鍵。喺入邊，林敏聰飾演嘅車仔同埋羅網飾演嘅白爺，佢哋都年過半百，但係佢哋都仍然嘗試新事物，好似電競咁樣，證明咗幾多歲我哋都可以重新出發。年齡只係一個數字，我哋無論去到咩年紀，我哋都有權利去追夢。另一方面，喺戲入邊嘅青春派，例如陳詠欣飾演嘅菲菲，佢雖然畢業咗好多年，都未有穩定嘅工作，但係佢喺電競入邊揾到自身嘅價值。佢鼓勵咗年青人要勇敢探索。第二，團隊合作亦都可以創造奇蹟。喺戲入邊嘅主角團隊 Happy Hour， 佢哋由唔同嘅年齡、唔同嘅背景、唔同嘅能力組成，但係佢哋都透過咗互相扶持、磨合同埋信任，完成咗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嘅不可能任務。呢個提醒咗我哋，無論喺職場、家庭或者夢想路上，團隊精神先至係最重要嘅元素。第三，面對逆境，選擇堅持。江慧林飾演嘅邦少，面對住職業生涯嘅下滑，佢選擇咗重新出發，而唔係放棄。佢已現咗跌低唔等於失敗嘅精神。八爺同埋患病嘅妻子阿蘭，亦都透過遊戲去鍛鍊努力，傳遞咗逆境中都能揾到希望嘅訊息。失敗真係唔等於結束嘅。入邊林敏聰都有講，跌低唔等於失敗，但你唔起身先至係。我哋嘅人生總難免會跌倒，總難免會跣低，但最重要係我哋願唔願意起翻身，繼續向前行。第四，遊戲唔單止係娛樂，亦都成為咗連結。電競喺電影入邊唔單止係比賽，更加係角色之間建立關係、表達情感嘅橋梁。對觀眾嚟講，遊戲其實可以係親子嘅溝通、朋友嘅互動、自我療愈嘅方式。Happy Hour 唔單止係一隊隊伍，而係一個家。佢哋通過互相扶持、互相成就，證明咗只要有人信你，你就可以再嚟過。你又有冇揾到你嘅隊友、你嘅同伴，一齊並肩而行？第五，亦都係套戲好重要嘅信息，就我哋要對生活去燃起熱情。演繹員 Anson Bean 亦都形容睇完呢部戲，好似個心着火咁啊！一種被點燃嘅感覺，正正係電影希望帶俾觀眾嘅力量。呢位演員蘇浩儀，佢都有講，只要你好 into 一件事，無論係咩，你都可以成功。佢鼓勵咗我哋要投入、熱愛我哋嘅事物。觸電唔係叫我哋去沉迷打機，亦叫我哋唔好放棄。無論我哋係學生、打工仔定退休人士，最重要係我哋心入邊仲有冇火。我哋如果仲有火，就去觸電，就有二次人生。
你又有冇試過人生嘅低谷？你又揾唔揾到你嘅二次機會？你又能否成功觸電？